好，来继续来看日本的动画漫画《七龙珠》的灵魂人物具仙人，竟然出现伫个台中街啊！原来是有一个骑士打扮做具仙人，骑着甲漫画内底同款的高龄车，出现伫个加油站大卖场，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但是这恐惊已经违法，会向开罚单。 一路翘高岭入去加油站，是讲这个骑奥多麦的人真面熟，伊就是日本经典漫画《七龙珠》的灵魂人物具仙人。黑紫色的躯壳，伫角色的头套，穿灰色自配底裤，加一双人字衬拖，经典的穿插，搁出现伫大卖场。 动作加流量，细节人就差好，又要含具仙人的独轮车同款。 这拢是手工制作，而且搁捌骑去哩车路顶。都是我们在注意，我们觉得危险。如果单位他不来执行也一样啊，他再危险他还是在路上走。他没有认证过的安全性也不知道啊。进前搁调工地中华，这礼拜发生争议台专区翘高岭，配上这个无合理的设计，甚至搁讲走入去加分班等技术。技术就是这个日本这个特技车手安倍优。 跳高岭这个动作考验到车手平衡感加操控的技术。伊个捌一群骑500公里，成做新世界纪录的保持人。去年个捌伫合欢山用5点钟外骑2807人，成功创下世界纪录。也毋过安倍军团上新的影片，互警方料到车无挂车牌，骑士无抵安全帽。行驶于卖场旁道路，已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。 未领有牌照行驶、未戴安全帽、危险驾车及车身设备变更等违规行事。虽然加油站的影片实际大台车卡载过，而且是伫私人的土地，也毋过其他的影片有骑去的车路顶，确实违规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